大家不妨代入一個香港業主嘅真實日常畫面，相信睇完之後，你就會徹底明白而家嘅香港樓市究竟有幾殘酷。每個月1號，手機轉帳提示準時彈出，租客老老實實將14,000蚊租金打入你戶口，換喺幾年前見到呢筆被動收入，任何人都會覺得安心又開心。畢竟磚頭收租、躺平創收係香港人代代相傳嘅財富密碼。但係而家，當你開心幾秒之後，順勢翻開自己嘅按揭帳單，心口即刻會一陣窒一陣涼。你會發現自己每個月俾銀行嘅按揭利息，單單係淨利息支出已經高達16,000蚊。最關鍵嘅係呢16,000蚊純粹係利息。一分一毫都未包含本金還款，換句話講，你辛辛苦苦每個月收返嚟嘅租金，連覆蓋利息都做唔到，每個月仲要自掏腰包，額外補貼最少2,000蚊，先可以勉強頂住層樓嘅供款壓力。以前我哋以為買樓收租係自動印鈔嘅被動收入神器，殊不知踏入2026年，物業已經徹底變成一部月月出血、準時吞錢嘅碎紙機。呢個絕對唔係誇張嘅影視橋段，亦都唔係網絡炒作，而係全港過萬業主每日都要親身面對嘅樓市殘酷現實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徹底拆解，延續香港半世紀嘅買樓保值收租養老神話，點解會喺近年徹底崩塌？樓市租金回報率點解會跌破生存生死線，淪為負回報資產？更加恐怖嘅係，近年大量選用發展商財務公司高息按揭，亦即俗稱財仔 plan 嘅業主，而家正面臨極限逼倉、強制 call loan，引發連環銀主盤拋售嘅骨牌效應，慢慢拖垮成個香港樓市。結合金管局2026年第一季官方數據，全港負資產按揭個案依然維持喺11424宗嘅高位，雖然對比舊年有所回落，但依然係歷史高位區間。足以證明呢場樓市危機遠未結束。時間返去2020至2021年，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。當年香港樓市氣氛熾熱到極致，全民炒股、全民搶樓，無論係20-30歲急於上車嘅年輕夫妻，定係40-50歲手握積蓄想資產增值嘅中產，所有人都堅信一句真理：買樓永遠唔會輸。當年嘅市場環境的確足以支撐呢個信心。全球處於超低息周期，香港 H 按實際按揭利率低至1.5厘，係近10年最舒服嘅供樓環境。當時樓市租金回報率普遍維持喺2.5厘至3厘，對比1.5厘嘅按揭息率，穩穩當當有正向息差。業主扣除供樓利息之後，每個月依然有穩定現金流落袋，屬於實打實嘅被動收入。當時大部分業主嘅心態都好輕鬆，覺得租客根本就係幫自己供樓，自己零付出淨賺資產升值，10幾年之後層樓就完全屬於自己，妥妥嘅穩賺生意。好多人甚至因此加碼上車，多持有物業，篤信磚頭可以永續保值。但係市場永遠充滿變數，好景從來唔會長久。美國聯儲局為咗壓制失控通脹，開啟咗史上最激進嘅暴力加息週期。短短2年時間，全球貨幣環境徹底逆轉。香港因為實行聯繫匯率制度，被迫跟隨美元加息。本港按揭息率一路飆升，由昔日1.5厘嘅低位，一路衝上而家4.125厘嘅水平。部分高成數按揭、財仔按揭息率更加突破4厘，甚至逼近5厘。呢個升幅絕對唔係小數目，直接令業主每月利息支出翻倍，供樓壓力瞬間倍增。我哋用真實數字俾大家直觀對比，大家就知差距有幾恐怖。假設業主向銀行貸款400萬，喺1.5厘低息年代，全年利息支出只需要6萬蚊，分攤落每月淨利息僅僅5000蚊左右。但係去到而家4.125厘嘅高息環境，同樣400萬貸款，全年利息飆升至16.5萬蚊，每月淨利息支出直接突破13000蚊，接近14000蚊。如果貸款額度去到500萬，
每月單純利息支出就高達16,000至17,000蚊，完全吞噬普通住宅嘅租金收入。好多人會心存僥倖，覺得息口升咗，租金都會同步上調，足以抵消成本壓力。但現實狠狠打臉。2026年本港租務市場雖然受惠於高才通計劃、非本地學生留港、外來人才定居等因素，整體租金有輕微回升。今年首5個月住宅租金累計升幅約2.1%，但租金漲幅極其有限，遠遠追唔上息口嘅暴漲速度。而家新界郊區兩房單位月租普遍維持喺13,000至14,000蚊。但對應按揭利息動輒16,000蚊以上，單係息差就已經出現嚴重倒掛，回報率徹底跌破生死線。更加多人忽略咗一個重點，業主收租嘅真實成本絕對唔止淨利息咁簡單。帳面睇落14,000蚊月租好似可觀，但層層隱性成本扣除之後，實際收益大打折扣。而家新建住宅半新樓管理費逐年上漲，均價普遍去到5-6蚊一尺，一個400尺嘅標準兩房單位，每月管理費就高達2,000幾蚊，再加每年需要繳納嘅差餉、地租、物業稅，每月固定硬性支出又多幾百至1,000蚊，仲有物業日常維修保養嘅隱性開銷，冷氣機故障、水喉滲漏、電器老化、牆面維修，隨時一筆幾千蚊支出。如果不幸遇到租霸，唔單止拖租拒交租，仲會惡意損毀單位裝修設施，後續維修、追租、司法程序嘅時間成本、金錢成本更加難以估算。將所有成本全數計入之後，帳面14,000蚊嘅租金，業主實際落袋可能得返1萬蚊甚至更少，但銀行嘅利息支出1分都唔會少，剛性到期必須足額繳納。一來一回之間，昔日嘅被動收入徹底反轉，變成月月倒貼、持續吸血嘅被動支出，完全係做蝕本生意。呢個時候，好多業主會諗，頂唔順就賣樓離場，大不了平手出局，及時止損。但如果真係可以輕鬆平手賣樓，市面上就唔會有咁多樓市悲劇負資產個案。而家最大嘅死結就係樓價大幅下跌，徹底鎖死業主嘅離場通道。由2021年歷史高位計起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累計跌幅超過2成，新界西北屯門、元朗、啟德新發展區等重災區，半新樓新盤跌幅高達3成，部分筍盤甚至接近4成，樓價大幅回撤，直接催生數以萬計嘅負資產個案。根據金管局2026年第一季官方統計，全港負資產按揭個案依然有114,424宗，涉及貸款金額超550億港元，足以見證樓市困境依然嚴峻。簡單解釋負資產，就係你物業嘅市場估值已經低於你未還清嘅銀行貸款餘額。舉個真實例子，2021年高位800萬買入嘅單位，借9成按揭即720萬，而家物業市值跌至500萬。但業主仍然拖欠銀行600幾萬貸款，就算業主願意虧本賣樓，500萬成交金額都唔足夠償還銀行欠款，仲需要額外自籌100幾萬現金，先可以徹底結清貸款，甩身離場。對於普通打工家庭嚟講，瞬間拿出100萬現金根本冇可能，最終只能夠被困死樓市，賣又賣唔出，供又供得辛苦，唯有硬住頭皮月月刀貼死頂。而引爆呢場樓市計時炸彈，令危機全面升級嘅